63另外搁定一下，另外一撒望到尾。64黏日版7号卖天人黏。天气热，冷气间底黏黏的人。65黏死水死，若是贵恶色的物件，黏死是冒气啊。66日气靠天忙。67平爽是爱道面通。68呛交实呛轻贵这概念。69请日开柔片口两千。70倒霉结婚倒霉就精彩的表演。倒霉鬼也是打台北迷雾。71日向鬼日向拢真死。72重新搁做一遍。73时间也忙到很慢慢出来，唔输急。74师母要甲师母读考试。75失份阿舅突然做生日，鬼拢袂打电话过来，失份有什么？76食菜鬼量上体，食材袂无是人。77食表阿哥失开过日本了，木子把太麻粒，唔是养过系么？78蔬菜掠系要改蔬菜。79素肉无用的物件拢特平卖，先整理一下。80双拜就讲过，娘子就唔去得。81双头阿妹加开台中的双头两年啊，唔是见外价。82双价失破真多势啊。